難道謝霆鋒同王菲呢段傳咗20年嘅世紀復合，到頭嚟真係走唔出已經離掛個魔咒，注定要喺呢2年畫上一個大家估唔到嘅句號？呢個問題，我諗喺大家心入面仲繞咗好耐。佢哋兩個，一個係樂壇天后，一個係影壇廚神。由2000年嗰個勒棟傳承嘅世紀牽手開始，兜兜轉轉，各自經歷婚姻，又喺2014年奇蹟咁復合，到今日一齊行過12年。表面睇係糖黐豆，但係點解死都唔肯簽嗰張紙？係唔係真係好似出面啲人講，佢哋喺度玩緊一場普通人睇唔透嘅借運遊戲？今日我就同大家拆解一下，由最核心嘅易經卦象講起。易經入面嘅離卦，卦辭係利貪亨畜噴牛吉，表面講養母牛，但實質講緊附利，即係依附黏附嘅意思。離卦嘅卦象係上下兩個陽爻夾住中間一個陰爻，外面光猛，入面虛空，所以火係要靠外在嘅柴油紙先燒得着，自身無根。呢個特性正正對應王菲同謝霆鋒嘅關係。佢哋兩個都係火，一個係台前嘅烈火，一個係幕後嘅文火，但無論邊種火都必須依附對方嘅能量先可以維持。問題係火同火搭埋一齊，唔係燒得更旺，而係拖唔着之後邊個先燒盡。王菲呢咁多年深居簡出，甚至連個影都捉唔到，你以為佢係避世？其實佢係喺度佈一個好大嘅風水局，為嘅就係保住謝霆講嗰一團火。大家要記住，離卦嘅錯卦係坎卦，坎為水，水克火。一旦佢哋關係入面多咗水嘅元素，比如世俗嘅名分、法律上嘅婚姻、財產嘅經窮，就會即刻由離卦變坎卦，到時唔係相愛而係相害。講到呢度，大家一定要先撳個訂閱掣，再點個讚，因為我接下來要講嘅內容涉及到謝家同王菲之間3代人嘅命理就珠，包括謝賢嘅臨終沉默、謝霆仲2個仔嘅八字影響，仲有王菲2個女嘅氣運承接。如果你唔聽落去，你根本唔會明白點解謝賢喺最後嗰段日子對呢個準新婦隻字不提。大家可以喺留言區話我知，你覺得王菲同張芝芝邊個先係真正幫到霆鋒嘅貴人？我話你知，答案可能同你哋諗嘅完全調轉。其實離卦喺易經入面代表美麗，亦都代表分離。離者麗也，附利也，同時亦都有明兩作，即係光明重雜嘅意思。霆鋒同王菲呢，對命定嘅冤家，從20年嗰個世紀牽手開始就已經入咗局。嗰年霆仲得19歲，王菲31歲，相差12年，剛好一個地支循環，12生肖一轉，注定佢哋要舊重3個循環，即係36年。而家過咗26年，仲有10年氣數。大家有冇留意到，霆鋒事業最旺嘅時候，往往就係佢同王菲分開或者保持距離嘅時候。呢個就係命理上最陰毒嘅相生相克。你睇下20年到2002年嗰段時間，霆鋒同王菲愛得火熱，但係佢嗰期嘅事業除咗衰文，又有幾多代表作？反而係2003年同王菲再次分手之後，佢先開始專注拍戲，淨新警察故事、男兒本色，一部接一部，打到周身傷都唔怕。再到後來，佢同張麗芝結婚，王菲嫁俾李亞波，嗰10年入面，霆孔搏到盡，攞影帝，搞容媚，建立自己嘅雙魚王國。你話呢個係巧合？玄學入面從來冇巧合呢2個字。呢個就係離卦嘅精髓，火要依附，但係依附得太近就會燒心對方。王菲嘅命格係典型嘅木火通明，佢嘅八字日元屬丁火，丁火係燭光之火，由中帶剛，生於夏季，又有甲木透干，木生火，火又生土，
成個格局就係一把燒得極旺嘅火炬，靚到絕，但係亦都熱到可以灼傷人。而廷鳳呢，佢係金水旺嘅人，日元係庚金，生於秋季，金氣最盛，加上地支有子水申金，金生水，水又自金氣，金要火嚟煉先可以成氣，做成刀劍首飾，但係火太旺就會熔金變成廢鐵。呢個就係佢哋兩個命格入面最淺齋嘅地方，互相吸引，但係又互相消耗。我再用更淺白嘅說話同你講，王菲把火可以煉出謝霆鋒呢把寶劍，但煉得太耐，把劍會變軟變彎，甚至溶掉。所以佢哋一齊嘅時候，廷重嘅道氣會收埋，眼神會變柔，創作力會下降。分開嘅時候反而會爆發。呢個就係點解2003年分手之後，廷重突然開嘅。2012年同張易之離婚之後，佢嘅生美帝國極速擴張，因為佢唔使再承受王菲嗰份煉金之火，可以將自己嘅金氣取翻嚟。好多人問我，點解王菲要深居簡出？點解佢要喺北京、喺大理，甚至係西藏嘅寺廟入面修行？你以為佢真係睇化晒紅塵？我可以好肯定咁話俾大家聽，呢個唔係修身養性咁簡單，而係一種撞風聚氣嘅極致手段。大家諗下，王菲90年代開始已經接觸藏傳佛教，佢禮佛超過30年，佢北京嘅豪宅位於朝陽區，坐北向南，背後有靠山，雖然係假山，但風水講氣，只要有高樓擋住北風就叫有靠。前面望到寬闊嘅空地，本來係聚財局，但佢偏偏喺屋企正中央安放一座2米高嘅釋迦牟尼佛像，佛像背後掛一幅唐卡，唐卡畫嘅係大威德金剛。呢個係鎮火嘅佈局，因為佢知道自己火太旺，要用佛教嘅水性慈悲清淨嚟中和。佢每年都會抽時間去印度、尼泊爾、西藏等地招聖，唔係去玩，係去收氣。2025年，佢喺大昭寺俾人影到一身黑袍、綠頭巾，素顏朝天，額頭都扣紅咗，身邊一個寶板都冇。呢啲係咩？呢啲就係修行嘅痕跡，亦都係佢刻意將自己嘅明星光環卸落嚟嘅證據。但係大家有冇諗過一個更深層嘅問題？點解一個仲活躍喺樂壇嘅天后，要將自己嘅生活過得咁絕？點解佢要刻意將自己嘅名氣曝光率降到最低？佢由2016年開完幻樂一場演唱會之後，幾乎7年冇正式演出，到2025年先出返嚟開西安演唱會，但都係揀室內場，避開露天大型場館。你估佢驚俾人影？佢係驚自己嘅火燒到廷順，因為廷順呢幾年要搞飲食、搞電影，後期搞內地綜藝，全部都需要名氣同關注。呢啲嘢就係火。如果王菲自己都搶晒啲火，廷順就冇火可燒，所以佢主動退到成為一個傳說，而唔係一個明星。喺玄學入面有一種講法叫情債肉償，氣運互補。王菲嘅名氣太大，大到可以衝到身邊嘅人。佢當年最紅嘅時候，佢將自己嘅靈氣借咗俾佢身邊嘅男人，劉維、李亞波。邊個同佢一齊嗰陣唔係自耀如日中天？後為由黑豹樂隊最紅嗰期同王菲拍拖，之後王菲紅遍兩岸三地，後為就開始沉落去，到而家變咗仙氣大叔。李亞波同王菲結婚之後，將自己嘅事業重心由拍戲轉向做慈善做生意，但全部失敗，最後欠下一身債。呢個就係借運嘅代價。同王菲一齊，你可以借到佢嘅名氣同靈氣，但借完之後你要承受佢嗰份火嘅反噬。但係到咗呢20年，尤其係2014年復合之後，佢開始要收回呢啲運，佢深居簡出，就係要將自己嘅氣場收散，等啲火唔好燒到廷庸。點解要收翻？因為廷庸唔係好維，亦唔係李亞波，佢係金命。
金嘅特性係從革，即係順從同改革。佢可以頂得住王妃嘅火，但頂唔耐，所以王妃要用退嘅方式，將以前借出去嘅運慢慢收回自己身上，再轉化成護身印，即係佛家嘅功德，回向俾廷順。大家睇下，廷順呢幾年雖然名氣大，但係佢嘅眼神入面係唔係多咗一份沮喪，少咗一份當初嘅靈氣。佢由以前嗰個彈住吉他唱活着 Viva 嘅叛逆少年，變成一個成日煮飯講養生講哲學嘅中老。佢喺幻味入面成日話煮飯係修行，你以為佢講笑？佢真係當煮飯係一種火候控制嘅訓練，因為佢要學習點樣控制火，而唔係被火控制。呢個就係還債嘅表現。佢喺度承受緊王妃嗰份過剩嘅火氣，呢個就係佢嘅宿命。大家睇到呢度，如果你覺得我講得入木三分，記得留言寫個準字。如果你有朋友都係謝廷瑞或者王妃嘅擁躝，記得將呢段影片分享俾佢哋，等佢哋都睇清楚呢場局。你仲可以喺留言區話我知，你覺得佢哋兩個而家嘅相處模式似唔似一對道侶，多過似情人？我等你哋嘅答案。王妃之所以要深居簡出，係因為佢知道自己嘅名氣太盛，容易沖克到廷順嘅事業運。佢喺度做緊一個風水入面最難做嘅動作，退位讓賢。佢唔結婚唔攞名分，其實係想用一種無名氏嘅身份守住廷順最後嗰一點火種。大家有冇聽過名者氣之表也？名分就係氣嘅標誌。如果佢成為謝太太，咁謝廷鏞嘅氣就會同佢淵中，到時佢嘅火氣會透過婚姻呢條法律閘帶直接傳過去。廷順嘅金命就真係容硬，所以佢選擇做一個無名無份嘅伴侶，就係要切斷呢條閘帶。呢個佈局高唔高明？呢度我要同大家講一個殘酷嘅真相。點解佢哋唔結婚？出面啲人成日話，因為謝賢唔中意王妃，因為王妃太強勢，因為廷鳳兩個仔唔接受。但係我話俾大家聽，呢啲都係表面嘢，真正嘅原因係玄學上嘅水火不容。離卦係純火之卦，上下皆火，叫重離。如果佢哋一旦領證，呢個離卦就會立刻變成坎卦。點解？因為結婚證書嘅法律屬性屬水，水主契約，主規矩，主束屬。一簽字契約之水就會淋熄佢哋嘅愛情之火。坎卦代表乜嘢？代表險陷，代表勞累，代表分離。到時水火不容，輕則日日嗌交，重則其中一方嘅運勢會受到毀滅性嘅打擊。謝廷鏞嘅八字師傅都講過，佢40歲後行緊戊戌大運，土旺，土能生金，但同時土亦都克水。如果佢結婚，婚姻宮嘅水被克，就會引發事業宮嘅火，到時內外夾擊，後果不堪設想。你話呢個婚點結？謝廷鏞喺2026年嘅訪問入面講得好直白，不是結不了，是真沒必要。因為乜嘢？因為仔女，因為財產，因為唔想搞到重組家庭咁複雜。呢啲理由聽落好現實，但係喺我眼中呢啲全部都係藉口。真正嘅原因係佢哋兩個嘅命格根本承受唔起婚姻呢兩個字帶嚟嘅氣運衝擊。佢哋唔係普通人，佢哋嘅極層會影響兩個家族、4個仔女、無數粉絲嘅氣場。呢個唔係兩個人嘅事，而係一個氣運場嘅重組。一旦重組失敗，謝廷鏞嘅商業王國、王妃嘅修行成果全部會毀於一旦。謝廷鏞自己都講過，佢嘅八字大師話過張咪之會曲。佢因為張咪之嘅八字屬水，水太旺直接克佢嘅火，導致佢嗰幾年頭碰着黑車嗰官司、家庭糾紛接踵而來。但係王妃呢？王妃嘅八字層次比佢更穩，有引護身可以療癒佢。呢個就係點解廷鏞話王妃
而唔係張易之嘅原因。一個係曲，一個係補，但係補還補，補過頭就會變成劣。佢哋而家呢種唔結婚、唔領證嘅狀態，就係一種陰陽平衡嘅最高表現。佢哋保持住一種若即若離嘅距離。廷符長駐北京同內地，王妃就嚟回北京大理西藏，兩個人唔會日對夜對，但係心靈上連成一線。呢個就係離卦嘅明兩作，兩個光明互相照應，但各自獨立。而家全世界都講緊九子離火大運，由2024年開始，世界正式進入為期20年嘅火運。呢個運屬火嘅行業，能源、科技、文化、心理、餐飲全部會大旺。聽眾嘅頌味正正係餐飲文化，王菲嘅音樂正正係演藝文化。表面上佢哋行緊大運，但係好多人以為呢個運對廷順同王菲有利，因為佢哋本身就係火嘅代表。但我話俾大家聽，過猶不及，火太旺，最容易燒毀嘅就係感情。點解咁講？九子離火運，全球嘅火氣都會暴增，每個人嘅脾氣、觸望、衝動都會被點燃。王菲同廷順本身已經係火命火格，再加埋大環境嘅火，就係火上加火，變成火焰昆歐卡，玉石俱焚。佢哋需要嘅唔係更多嘅火，而係水、係土、係金嚟平衡。所以王菲要繼續修行，水庭仲要繼續主食土，因為廚房屬土，用土嚟移火氣。如果佢哋喺呢個火運期間搞一場世紀婚禮，成個娛樂圈嘅火氣都會集中喺佢哋身上。嗰種火就唔係佢哋兩個承受得起嘅，已經講究陰陽平衡。當出面個大環境都係火嘅時候，佢哋呢段離卦嘅感情反而會因為太熱而產生變數。大家有冇見到最近啲狗仔隊影到佢哋？2026年6月西安演唱會之後，兩個喺機場十指緊扣，廷順仲專登喺長沙做完嘢，飛返北京接王菲，兜多成1000公里都要兩個人一齊行。表面睇好恩愛，但係你仔細睇佢哋嘅眼神，嗰種感覺已經唔係愛情，而係一種近乎於修行嘅伙伴關係。王菲望廷順嘅眼神係一個師傅望徒弟嘅眼神，帶住慈悲，帶住關懷，但係冇咗20年前嗰種濕熱嘅迷戀。廷順望王菲嘅眼神係一個學徒望老師傅嘅眼神，帶住敬畏，帶住依賴，但係冇咗當初嗰種我要征服你嘅野心。呢個就係我標題講嘅終極結局。佢哋唔會分開，但亦都唔會再有大家期待中嘅婚禮。佢哋會一齊行落去，直到其中一方先行一步。但係佢哋嘅關係永遠停留喺伴侶，而唔係夫妻。呢個係離卦嘅最高境界。明兩作離，大人以繼明照於四方，兩個光明互相映照，但各自照住自己嘅方向，唔會重疊，唔會蓋過對方。王菲喺2025年西安演唱會上面跟住唱《玉蝴蝶》，呢首歌係廷鳳20年寫俾佢嘅。歌詞入面有句如何看你也是殊榮，如何叫你會有共振。26年過後佢仲係咁唱，但係你聽到嘅聲線已經由當年嘅空靈變成而家嘅厚重，多咗份沙沙，多咗一份歷練。但係你以為佢唱嘅係愛情，我話俾你聽，佢唱嘅係因果。佢喺度用音樂用修行嚟還緊當年借落嘅情債。佢每唱一次就還1分，佢每日禮佛就還1分，佢深居簡出就還10分。到佢還清嗰日，佢就會真正咁放下。嗰個時候可能就係佢同廷夢緣盡之時。呢個唔係悲觀，而係自然規律。呢種結局對於王菲嚟講係一種圓滿。佢兩分兩離，同鬧維、李亞芳都生過女，但係從來冇嗌過交。仔女嘅能養權從來冇問題。離婚之後仲可以做朋友。佢禮佛30幾年，早就睇透咗諸法無常嘅道理。佢而家要嘅
唔係一張婚書，而係一份清淨。佢已經還清咗前世今生嘅情債，可以安然咁做一個歸隱嘅太太。但呢個太太係屬於天地，唔係屬於邊個男人。但係對於聽眾嚟講，呢個係一種宿命。佢由14歲嗰年喺溫哥華後台攞到王妃簽名嗰一刻開始，就已經注定咗要同呢個女人九從一世。佢曾經喺訪問度講過，王妃係佢嘅女神。呢個女神唔係淨係靚咁簡單，而係一種精神上嘅寄託。佢注定要喺火入面重生。佢嘅仲未做餐飲，就喺度補火。佢煮嘢食要用火，佢拍飲食節目要面對鏡頭嘅火，佢做生意要承受壓力嘅火。但係佢又要忍受離卦帶來嘅孤獨感。佢可以擁有王妃嘅陪伴，但係永遠擁有唔到一個名分。佢要習慣呢種有名冇實嘅狀態，直到佢嘅金命被碾到純淨為止。大家睇完呢段分析，你哋點睇你對世紀戀人嘅未來？係唔係覺得命運呢樣嘢真係半點不由人？你哋有冇喺自己嘅感情入面都試過類似嘅火水相沖？有嘅話，留個言話我知，我可以幫你拆解。記住我今日講嘅一句說話，不結婚先至係呢段感情最高明嘅玄學佈局。結婚就係將一段氣運互補嘅關係變成一場水火不容嘅災難。唔結婚，佢哋可以用伴侶嘅身份守住彼此最後嘅一點火種。呢個就係王妃深居簡出停船埋頭搞生意嘅真正原因。佢哋兩個都喺度用自己嘅方式保護呢段脆弱嘅關係。我再講深一層，謝霆鋒有兩個仔 Lucas 同 Quintus， 佢哋嘅八字屬木，木生火，會助長王妃嘅火氣。而王妃有兩個女后靜彤同李嫣，佢哋嘅八字屬土同水，可以泄火同制火。呢四個細路嘅氣運交實，形成一個複雜嘅五行網絡。如果霆空同王妃結婚，呢個網絡就會被壓縮成一個家庭單位，到時五行失衡，第一個受影響嘅就係四個細路。所以唔結婚唔單止係為自己，仲係為仔女。呢個局你話有幾深？記住睇穿因果，你先可以掌控人生。你而家睇緊嘅唔只係一段娛樂新聞，而係一場活生生嘅命理教材。王妃同廷瑞用佢哋嘅人生示範咗乜嘢叫順天應人，乜嘢叫知命而不認命。佢哋選擇咗一條最難行嘅路，唔結婚唔生仔唔同住，但係心連心。呢條路凡人行唔到，因為凡人放唔低名分兩個字，但佢哋放到，所以佢哋可以行到今日。最後我想同大家講一個小秘密。王妃喺大理買咗一塊地，起咗一間好細嘅古修屋，冇冷氣，冇電視，冇 WiFi， 只有一個佛堂同一張床。佢每年都會去嗰度住1個月，完全斷絕同外界嘅聯絡。而廷松從來唔會打擾佢，甚至唔會問佢去咗邊。呢種信任就係離卦入面嘅明兩作，兩個光明各自閃耀，但永遠知道對方喺度。佢哋嘅結局唔係離婚，唔係分手，亦唔係結婚，而係同步老去。呢個就係我最終嘅預測，你信唔信？信嘅話留個信字，唔信嘅話留個睇下點都得。